国内第一条轻铁环状线高雄轻铁，用10年的时间，这路线总算是接做一个圆。自元旦开始试营运，其实这轻铁咧走的路线有一半拢是承接过去1950年高雄港临港线的旧铁路，继续来传承100年的历史。来看台语台的专题报道。 专门载回代替 S204号机关车，2016年最后一班车对高雄港站驶走，宣告这条创造高雄经济奇迹的临港线任务告一段落。第一临港线大概是民国56年为咱高雄港遮开始尾啊又经过林仔寮的车站甲咱这个中岛车站甲咱这个前镇车场尾啊去到高雄站，大概有13公里外早伫咧1930年，临港线就负责运送军事用品、化工品，营收伫咧1990年来到高峰，一年赚超过3亿6千万。不过好光景并无维持上久。1995年过，临港线附近的石化产业、重工业烧线关厂，货柜的业务也豆豆去互高速公路取代，高雄港失落20年。咱台湾的迄个环保的意识已经拢抬头包括港珠啦，迄阵大概旅游什么大家乐啦所以迄阵台湾规个社会有一大的改变。2001年，捷运局开始研究轻铁的可能性，路线对蛤蟆星出发，经过朴日、房时代、轻铁机场，再个考对市区、科工馆、美术馆、高山站，规个环状线就若像过去临港线的放大版，是一个更较大的圆。2024年元旦，轻铁正式试营运，对港区驶到市区是用10年，才到路线接做圆。过去是讲，这个铁路的线路是服务者的码头，即马就是讲，这个城市伫发展的时阵，嘛有观光，嘛有商业，用这个更较大的圆甲伊接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高雄市的产业的典范移转，所以要大家接起来的，就对永存乌蛇蛇的大家足讨厌的种大火车。即摆就转型变做真水的迄个轻轨伊本身就是一个街道家具啊。100年历史的临港线，带领高雄港区的经济发展。100年后交接予轻铁来行，要继续带高雄走向新的未来。记者洪敏珍、毛伟祖高雄报道。